中原普渡素文台语范例，开香福衣日结时龙天地开中吉日龙时，今在西元2024年岁次甲新年农历7月15，中原普渡龙神大吉日，恭请大士爷普渡公做主今年的中原普渡仪式。敬过十方幽冥孤魂，好兄弟好姊妹啊！现位居伫台湾台中市东西区南北路2段123号，环保岛公司由赖头家带领公司全体组员，诚心诚意献上清香、纸钱、素果、凉水、糖仔饼、奖品等等，供养十方孤魂，好兄弟好姊妹啊！望请受本公司全体组员来供养纳受，祈求环保岛公司全体同仁健康平安，万事如意，事业顺利，永保安顺。台湾四时无灾，八节有庆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敬请十方孤魂纳受供养，现今各地其后，恭送各归本位。西元2024年岁次甲新年，农历7月15未时，各上一敬香，再敬香，三敬香，请入香，礼成。